博士你好，聽唔聽到啊？喂，聽到聽到，聽係到。咁啊，多謝博士先啦。咁我想係有咩分享一樣感想？嘢咧，係我想分享一樣嘢咧，就係嗰個拜懺咧，哇，令到嗰個好鬆啊，嗰個心好鬆。誒，嗰個鬆嘅感覺咧，其實啱啱 join 呢個感恩文化嗰陣時咧，就已經有過一次噶啦。係，咁咁，但係又好似冇咩持續性。咁但係拜懺咁而家我每朝朝頭6、7點就108次咁啦，即哇！係即係咪你個氣息你都好咗好多啊！係啊，多謝多謝。啊，咁即係跪喺度叩頭咁樣108，開頭都幾攰㗎。咁而家唔攰啦。咁有一個持續性，即係每次個心又鬆一鬆，每次個心又鬆一鬆，即係練時空式係冇呢種鬆㗎喎。練時空式咧，其實哎呀又要做啦，又要做啦咁樣，要啲自己鼓勵自己嘅喎。因為拜懺係你念禪公式佢冇通嗰個中脈噶嘛，冇啊通嗰個人體嗰個中脈啊。啊拜懺有通過中脈，有通過脊髓神經嘅中脈。哦，咁嗰個心係持續咁樣，每一日每一朝都會鬆嗯，一鬆，咁好舒服嘅。冇錯冇錯冇錯。所以個業力咧非常微細。咁啊，要教大家消除業力啦。最簡單嘅，你嗰個揾個耶穌像啊！如果你信耶穌教，信伊斯蘭教咧唔使像啦，你係向東方。如果信道教，你揾翻你信仰嘅人。如果乜嘢都冇咧，你係向東方，乜嘢都冇嘅，冇宗教信仰。咁你咧就當拜祖先，就同祖先講：啊，我以前過去做過好多對人唔住，或者我知道或者唔知道嘅壞事咧、惡事咧，有一個懺悔。咁你咧就拜108拜。喺你每個月生日嗰日，或者初一15，我哋叫做拜懺。就唔係話學耶穌咁行兩求其有個教堂度同我神父告解咁啊算緊數，佢都好，但係咧唔夠力嘅。你真係想話懺悔咧，你拜到如果你日拜咁咧，你拜到108日之後咧，你個樣會變，好神奇。特別你對住個佛像去拜添啊！當然啦，你能夠拜到三輪體空更加難啦。即係我有像喺度，但我觀想到咧係空性冇存在。就我知道我自己嘅心意識嗰種卡埋咧係好深層次嘅，但佢都係虛妄不實嘅。但我點樣去化解咗佢，變咗空性起唔到作用咧？用呢個心態嚟拜，咁咧好快咧，你個人好輕鬆。即係話我自己懺悔，所以懺悔認錯咧係最成功嘅做人。所以我一見到啲後生仔做錯嘢咧，仲要鎖閃身啊，又賴人賴物嗰啲咧，永遠都唔成功。因為你明知係錯咗咧，你都連嗰種勇氣都冇嘛。你咪今日開一個行門啦，即係大家可以拜懺，真係有效㗎。你唔信你日日拜，